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海关环礁内又搁增加3个确诊病例，台湾到今已经有425人感染，另外规只船的人员拢爱抽血检查调查感染率。立法院会在今仔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对家补发起验纾困甲振兴特别预算1500亿。有外国媒体报道讲，北韩的头人金正恩开刀无顺利，到今是脑死的状态。不过韩国媒体说讲，伊目前等在康复。讲到咱的海关环礁南群聚感染，到今又搁增加3个人确诊咯，已经有27个人染病。台湾到今已经有425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也针对着环礁南等的377人进行抽血检查，来判断规只船的感染率，通好做后一步的规划。海关群聚感染搁扩大，搁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分别是2个查甫、1个查某，年岁伫咧20外岁到30外岁，拢是搬石南的实习生甲军人。3个人伫咧海上的时阵，拢有出现症状，毋过第一届采检拢是阴性，第2届采检才确诊。累计这件群聚感染的代志，已经有27个人确诊。这个病毒跟这样的一个疾病，事实上是非常的多样性。好，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还是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采过之后，当然有一些相关有症状的，我们都会进行2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这件群聚感染已经将阿未接触者总共349个人，其中187个人是居家隔离，162个人是自主管理的对象。毋过因为确诊者捌落船全台湾走透透，引起台湾人对疫情的操烦，这2天相关接触者来看医生的人数就增加要1倍。被我们列在接触者的，好，相关看病人就比较多，好，看病人就比较多，大概比起我们其他的人，好，其他人来看，大概增加了大概，我看起来在将近应该是将近快要1倍了。若是军南面顶的官兵是当时感染的，搁伫倒位感染。指挥中心强调讲，第一批确诊的3个官兵，照因发病时间来研判，是伫咧船顶去互感染。若是另外3个验到抗体是阳性的官兵，敢若会当确定讲因捌感染过，感染完该等综合资讯来判断。若是指挥中心嘛优先对搬石南全部377个人进行采血检验，感受抗体，希望会当了解规只船的感染率，通好进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屯木南队，拢总有700多名官兵，其中有300多人住伫咧高雄。高雄市政府是一个去甲因联络，所有92位官兵拒绝调查。市政府也呼吁中央着爱来出面协调。另外有9位市民去过治病官兵行踏过地点，但也出现呼吸道的症头，目前先要求因在家检疫。百货商场伫暗时消毒，原本2万110亿元正常开门做生意，所以因为有消费者伫设计了后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市府要求继续暂停营业，呼吸者唔知要如何是好。早上的10点半，我们接获到这样子的一个市政府的卫生局的通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的茫然，然后也会比较不知所措一些。换算下来，大概是接近2000万的一个业绩的数字。其实被要求停止营业的店家，也有其他些所在，因为有9个高雄市民去过这些所在了后，出现好亲像气会着的症状，市府唔敢大意，要求这9人隔离检疫，也对屯木南顶悬住伫高雄的300多名官兵进行疫调，不过遭到其中92人拒绝。愿意配合我们的疫调有121位，拒绝我们的疫调有92位官兵。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发出公文，用符稿发出公文给指挥中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请他协调各县市政府来帮忙这个7个检疫中心的相关的疫调。环礁南顶悬围着官兵伫社区活动，产生后续影响。其中1人因为证件碰见，到高雄市一间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接到通知了后，马上进行消毒。接触过3名警察居家隔离，5人伫厝内底自主管理。都有8位。会不会现在有人力上的问题？人力上是不缺，由各所来支援。另外，设计婚礼的第423例由南往北拍走，这代替高铁全部进行消毒以外，伊的爸爸服务的派出所也安尼爱进行消毒，佮要求居家隔离。这个个案，他是由父母用车子直接到南部去把他接回来，所以他算是直接的接触者，所以我们会对他进行居家隔离。
潘石南顶悬阁新增加3名确诊病例，高雄市政府将案的9名市民检验报告结果也无出来，随去感染过病例的发生例，高雄市敢要进行封城。市长韩国瑜将球拼给中央，随去5一连假敢要照常放假咧，呼吁中央赶紧决定，让地方做好应对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要去台南行大的地面官兵，在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路，而且新增加一个，伊本身就住伫咧台南。市政府也呼吁民众未来14天出外拢爱挂水安。市长黄伟哲也表示讲，若准是愈来愈严重，也有可能甲台南规个封城。市府阁派员到成功大厦等地点消毒，东部南队官兵阁增加1名去过台南的病例，加上台南市府调查进前的5名官兵，21拢总新增12处卡热，拢爱赶伫尾仔前消毒完。兼过1名19去过成功3月新天地的台南市民，符合当地公布的卡热，已经出现疑似症状去看病。比较晚的时候，大概到11、2点，然后到1点多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胸闷，然后呼吸越来越不顺畅。肚子有点痛。民众等待体检结果时，主动分享家己的状况，希望大家针对这波疫情提高警觉。政府也呼吁，所落14天，市民挂出应该无差别挂嘴暗。扭来扭去安尼，足麻烦的。无爱看所在啊！你若讲所在较密的所在，像要报的公司也是讲买物件，迄就爱挂掉。人家要我们带，我们就带。那平常在外面我们不带啦，在室内才带。有民众感觉公园顶人少的户外应该免挂，不过为了防疫，也是愿意尽量配合。这波疫情发展也无明朗，后礼拜阁是5一连假，市长黄伟哲表示，那疫情加大，呼吁停止休假。陆陆续续又有很多疫情出来，那真的该这个5一连假该停就停了哈。那这个如果这个停了5一连假，那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疫情继续爆发的话，那该封城可能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那讲5一连假了后，疫情更加严重，台南不排除封城。不过市府更加希望民众在14天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当作达成防疫目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只潘石南伫咧执行任务的时阵，究竟有偌济人伫咧船顶找医官来看病例？军方头起先讲是70人，昨暗佫改做148人，而且除了有5个人发烧，佫有10个人出现顶呼吸道的症头。面对着外界质疑，行政院也要求国防部伫这2日就要提出报告。上紧国防部伫今仔日暗时就初步结果啊。潘石南逼出武汉肺炎的群组感染，25日为公布潘石南377个官兵，有70个人伫南顶看诊，5个人捌发烧。20暗时国防部佫修改数据，确认看诊的人数达到148个人，226人次，除了5个人捌发烧，佫有10个人出现顶呼吸道的症状。针对求诊人数的讲法有争吵，外界质疑讲法是颠颠倒倒。对这个代志，国防部嘛家己迄暗批出来背回说明。专案编组人员是逐次的按照舱间消毒的状况整理刚开始所获得的资料，后续也在完成全部资料之后，我们把所有的病例清查完全，做好分类，立即更新数据，开诚布公，让外界了解，不会有任何隐瞒。国防部主动提供给媒体影片，毋过却无出席指挥中心2日下晡的疫情记者会。伫咧记者会面顶，指挥官陈时中是倒3共背回解说，会后嘛继续面对媒体一直问。对国防部说是你们不用他来的，我请他不用来，这样子是吧？对，他每天在忙嘛。那的问题跟着我们这疫情，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哈，相关的资料已经都送过来了。另外，伫咧疫情期间，3人决定东部舰队照常出发，嘛受到大家关心。外界传讲海军原本考虑要延期，毋过外交部评估一档。不离个外交部2日嘛强调，讲东部舰队参访别流是尊重国防部的专业。相关的评估是由国防部他们依据专业的考量所做成的决定。军南军组感染增加到27个人治病，毋过国防部最近以来的处理方式，毋但在野党批评甲真厉害，执政党的党内嘛是共款。伫咧全面辛苦伫防疫的时阵，政党除了追究军方失职的部分，嘛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个防疫的空棚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在今仔日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对家武汉肺炎纾困加振兴特别预算1500亿。行政院也会伫23个行政院会提出特别预算，送到立法院审查。民进党团按算上紧伫5月初8，就会当正式通过1500亿的特别预算对价。
将第11条条文修正通过。行政院对家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21早起伫立法院逐条表决三读通过，原先已经通过600亿特别预算，行政对家1500亿，员工时加到2700亿。民进党团也修正动议，佮看疫情状况，佮对家2700亿。国民党团是提案将预算有关到3700亿，其中1000亿发现金。国会上因表决大战，最后通过民进党团版本，那也立委是退席抗议。担心什么？我们怕民众看得到领不到。防疫虽然可以顺时钟，但是纾困请顺民意。接下来纾困，我希望能够朝野合作，不是在吐口水。因为三读修正条文规定，看疫情状况，已不超过原预算加到2700亿以内，个别的特别预算员工时相关延到4200亿。行政院表示尊重甲感谢，不过在野党批评抗备受还，也增加经济疑虑。增加了2100亿，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空白授权，到底钱用到哪里不清楚。而这些钱都是借来的哦，就用附带决议的方式，让我们在这个纾困的对象里面，不论他有无参加劳保哦，那能够在这个对象的部分，能够以从宽从速的方式来进行。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21通过，行政院23会伫行政议会提出特别预算，苏贞昌指示专案报告上经5月初8应通过1500亿对价预算。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有提出纾困规模7000亿的贷款，包括中央银行甲公股银行拢会配合。政府委员江明兴在今仔强调讲，纾困需要大家团结做伙，金融国家队会协助民众渡过难关。行政院为了推动纾困振兴方案而召开金融国家队挺台湾产业记者会，央行总裁杨金龙甲8大公股行库当做拢说明纾困措施。江明兴答应，落雨天无上线也向民营银行化为。国家一定会挺企业，银行也一定会挺企业哈，而且绝对会用宽一点、快一点跟方便一点的3大原则，来维持企业跟个人的金流。那我们利用国家的信保机制，提供8到9成的信用保证担保。央行指出，针对全国近50万人的小规模营业钱，提供利率无超过1%的快速信贷，提供每户上悬50万贷款，而且部分手续费甲管理费会当免除。公股银行配合各部会，纾困贷款甲主办纾困贷款平均只有4.82天就会当续贷。另外，劳工适用的包括10万的贷款优惠方案，第1年免利息，利率1.85%。针对中小企业也开放每个月每户上悬200万甲600万的贷款方案，当年利率无超过1%至1.5%。那我们调整利息的主要理由呢，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调降呢，能够减轻银行借款人的利息的负担。另外，受到冲击的运输业驾驶，公路总局也补贴薪水，像游览车、客运车、客运业甲小客车租赁业驾驶人，拢会当向公路总局申请薪水补贴措施，为4月到6月，每个月补贴1万，总计3个月。那就是不无小补啦，就是基本上付个房租吧。纾困金第20已经接销，公路总局表示，到20为止已经有45000多位的驾驶申請。記者綜合報導。日前有人伫咧講，世界衛生組織就是唔看重台灣發出武漢肺炎會傳染的警示。不過，因的秘書長譚德賽也回應講，頭一個通報疫情的國家是中國。台灣發出的批信只是要求 WHO 愛說明疫情利益。咱的外交部也表示講，啥人大聲通報攏唔是重點，重點是 WHO 當當時的處理、判斷甲回應。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伫日內話時間20第2屆面對台灣的議題，譚德賽表示，台灣無通報病毒會人傳人，台灣甲其他國家也是地區共款，敢若要求說明疫情，若是 WHO 收到的第一份報告是中國發的，而且佮強調講所有物件攏會當查證。Taiwan didn't report any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is has to be clear. The report first came from China. That's number one fact from Wuhan itself. Second, the email from Taiwan, like other entities, was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nothing else. 若是針對美國批評講 WHO 幫助中國暗砍武漢肺炎疫情的嚴重性，譚德賽嘛反駁，強調打開始就對全世界發出警告 ，WHO 無任何秘密。For WHO, it's open
we don't hide anything. It's open. Not only for CDC, them sending messages or others, we want all countries to get the same message. 我希望 WHO 的秘书处能够进一步的说明，各国在去年2019年年底爆发疫情的时候，是有进行了哪一些通报 ？WHO 他们进行了何种的处置，以能够澄清各界对他们的疑虑。 外交部反击，多一个国家先通报 WHO， 无应该是防注意的所在。重点是 WHO 迄当阵安全处理判断还佫有回应 ，WHO 应该交代互清楚。若是网友发起要求谭德赛落台人数已经超过98万人响应。美国白宫网站有关邀请台湾加入去联合国嘛，已经达标10万份。白宫应该伫6月初5进前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看北韩的消息。本地爱出席金日成生日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是无来出现。就美国媒体 CNN 报道讲，金正恩伫顶礼拜做手术了后，出现脑死的状况。不过，所有韩国的媒体伫咧讲，金正恩目前是正在康复当中。 甲韩国总统文在寅、美国总统川普先后拢总几啊摆的高峰会，互因为父亲金正日突然过身，接大会的金正恩成为外交成绩超过父亲甲阿公的金氏王朝第3代。今年34岁，金正恩10年前就得到晋升为朝鲜人民军一级上将军阶，兼任党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确认伊的接班地位。为两韩高峰会到2摆甲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 对伫金正恩身边的妹妹金宇正吸引各方的注意。当年31岁，金宇正绝对唔那是一个水水的花囡仔，因为自2014年以来，金宇正先后被指派接管朝鲜劳动党内有实权的宣传煽动部、甲组织指导部。金正恩培养妹妹接班的讲法就安尼出来，背后的原因之一，外界推测甲金正恩家己知影健康无好有关系。美国媒体引用美国官员的情报指出，金正恩伫这个月12接受心血管疾病手术，术后院中传出病危，甚至有官员讲金正恩已经脑死，这也是4月15纪念金日成诞生的太陽節慶典，金正恩無出席的原因。我が国としては、北朝鮮をめぐる動向については、重大な関心を持って平素から情報収集、分析に努め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米国等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関連する情報の収集、分析を行っていきたい、このように思います。 不过，由美国出钱的韩国网络媒体每日北韩指出，金正恩因为开刀无出席太阳节是事实，不过术后继续康复中，并无病危的状况出现。韩国统一部也讲，金正恩今年公开活动的频率确实比去年低，不过凭这一点，就推断金正恩病危并无适当。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海军潘石南到今已经有27个人感染了，也因为国防部伫4月10日有紧急调回官兵检疫隔离，而且中部的集合地点竟然选伫咧台中一中，伊这个一中的边仔就是夜市啊，人又阁是吵，所以无事先通知校方。那立委要追查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批评国军的防疫观念上过歹。另外，台中市政府伫2日下晡也阁再公布4个新的行大点，其中3位是伫咧一中商圈，另外1搭是伫咧沙鹿的便利商店。消毒车辆驶入台中一中的航园内，人员详细喷消毒水，一点仔拢唔敢凊彩。 航园外的安装道也赶快消毒，因为国防部紧急调回敦睦舰队的官兵集合地点之一，就选伫台中一中的校门口，也无通知学校，引起不少家长的紧张。另外，佫佮提出国防部车辆进入学校的相片，质疑国防部的决策伤老粗。在第一时间说，他们的车辆只有在校门口，并没有进入校园。后来，我们找到了现场的一些照片。 这个就是国防部军方的简易车辆，这一张也是，这个就是国防部军方的简易车辆哦，这个就是台中一中的校园呐、啊。 虽然被调回官兵最后因为学校技术无进入校园，也毋过立委刘廖万坚指出，国防部的处理方式甲疫情指挥中心完全相违背，无顾学生安全。台中市长卢秀燕佫较批评国军防疫观念差，海军今仔日也会失礼，坦白讲事先无甲地方沟通有欠思考。军方负责保家卫国，那防疫观念这么落伍的话，那甚至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官兵。 那我觉得怎么样能够保家卫国呢？这是让人家捏一把冷汗的事情。因释出紧急
又逢周末假日，故并未事先取得台中一中或教育主管机关同意，集结地点选择在台中一中校外确实不妥，且事先未与地方沟通协调，仍欠周延，这是海军要道歉的地方。海军指出，因为4月17日临时收到国防部通知调集命令，爱真紧完成集合，所以集合的地点选择以场地空旷、通风好、甲地表明显、较好人较未无清楚的地点。任务规划无完善，造成学校甲社会困扰，将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甲观众朋友插播一个上新的消息：海军敦北舰队班照男累计到达已经有27人确诊了。外界也质疑讲，国防部伫咧暗砍疫情。根据了解，国防部一定用听取报告听到总统府，在今日暗时8点半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听取名单。接落来，咱来看新北市。咱拢知影讲，新北市伫咧昨举行疫情爆发的管制演练。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目前也有传3阶段无共轻重的整备方案。不过，班照男发生群聚感染，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质疑中央无及时公布疫情调查，随后来通报地方政府来做防备。班照男出现群聚感染，新北市嘛有一个确诊的病例，就随启动消毒。不过中央公布确诊官兵的行踪，伊嘛有去新北市，包括邦桥车头、淡水捷运站、甲永和的落花夜市啊等等。市长侯友宜呼吁中央，一调结果出来了后，爱第一时间通知地方政府，才会当量早来应变。台北市强调，台北市行踪公布的标准是以中央为主。当中央通知我们的时候，时间似乎就比我们自己做的疫调还慢。我一直觉得说，中央只要疫调做好，第一个时间通知各县市。我们的标准是依照中央长期以来他们对于疫调公布的结果的一些原则，那我们还是希望说中央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致的规定。咱若指挥中心已经把3阶段封城的方案拢传好势，第1阶段过渡期，第2警戒期，第3管制期，3阶段的措施。新北市20进行封城的兵棋推演，大动作开直播，嘛邀请附近的县市来观摩。侯友宜认为效果袂歹，不过双北市的兵棋推演的演练，双北是无共调。台北市的兵推一向都是让专家学者来找我们可能发生的疏漏，所以我们的兵推过程不会对外全程的直播或转播，我们会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会尽量去找到我们自己可能的缺陷，所以这个部分的状况可能跟其他的城市会不太一样。黄珊珊表示，已经提出兵棋推演的剧本，甲中央来讨论。等市长关文提采示了后，就会当来说明。伊嘛讲，封城毋是孤一个县市就会当做决定的。也若宜兰县政府是表示，目前收治患者病床的数量上侪是186床，敢是要加做封城的指标，也阁爱请中央规划多方面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治病官兵有去过期待国务中心行打，这个国务中心的边啊，就是技修大学。学生也要求学校就爱线顶上课，学校也表示讲，若准有达到停课的标准，线顶教学随时拢会当实行。学生入去学校进前，都爱先磅体温、挂喙罨。二修大学开学了后，渐渐加强防疫的工作。不过19确诊防画到的官兵，有去过附近的义大大卖场，学生嘛常常去遐消费或者是做散工，互学生感觉真惊吓。真侪人老话要求学校爱提出应用的作为。具体有没有去过商场，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就是每天还是很多人接触啊，还是那个就是改远距上课比较安全一点。学生好像都是有跟学校反映，然后学校就是没有就是马上处理这样。有学生老话批评讲，问学校防疫的专线，却得袂到相关的答案。希望会当赶紧启动远距离的教学。嘛有人想要请假，一直到疫情稳定落来的时阵，学校之一表示会放令来准假，远距离的教学嘛随时拢会当启动。因为因疫情的变化，也逐步的在进行我们的一些演练。那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个远距教学的措施的实施，全面实施的时机，我们还是必须要依照教育部给我们的指引来进行。不过嘛有学生希望学校会当统计有偌济人因为去过义大大卖场来受到警示的警讯，主动做疫情调查。台中的丰工科大因为个案去过的所在上侪伫咧沙鹿，目前学校已经掌握到有8个学生受到警讯。
同学就是说他在相关的这个匡列地点打工，但是也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啊。这几个同学的话，我们还是特别请他在家自主管理14天。除了会要求伫咧厝内自主管理14天，若学生拄着考试爱请假，学校嘛会采用线顶的方式来协助学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四级二专的统测考试以及着各种教育会考，会伫5月来举行。考生若准备入去考场进前，拢爱磅体温以及着爱挂水暗。教育部也决定讲，爱开冷气，也爱开窗仔门，也因为外口的声音会影响到英语的听力测验考试，今年这部分就先来取消。为了让学生量早适应会考应试的时阵专程挂嘴暗，另外高中后礼拜复习课将专程模拟挂嘴暗应试。教育部讲，会考时会统一发嘴暗，若中间有垃圾破损，会当签名登记换。也毋过校长讲，挂嘴暗考试问题无大，顶多是有家长烦恼，5月不了偌敢会受翕。家长当然是一定担心啦。我们的小孩子承受得了吗？座位都排得很紧密的话，我是就觉得不用开冷气。你会希望开冷气吗？会。为什么？比较凉爽。教育部参考气象局过去4年5月温度资料显示，上关温捌超过摄氏35度，全国平均温度30.3至33.1度，所以决定5月中的会考甲5月初4级二专统测会当开冷气，并且开门窗。好天落雨，冷气照常运转时，唔免开电风扇。那如果遇到冷气停止运转，前后门的这2个立扇呢，都是向门外吹出。开冷气甲门窗产生的环境音，可能对英听造成干扰，引起公平性问题。教育部也宣布，今年会考英听将暂停施测。国中教育会考的英语科的成绩是包含英语阅读测验占80%，英语听力测验占20%，所以英语科的总成绩呢是完全以英语阅读测验来进行计算。台师大心测中心建议考生提早半点钟到考场，唔通因为量体温淡薄。若考生确诊发烧，爱到备用试场应试。备用试场的通风甲适当温度比较一般试场，也毋过会以每间5位考生为上限，并且扭开座位的距离，确保权益甲健康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咱头起先，咱来看美国。伫咧美国加州有一项上新的研究，洛杉矶大约有4%外的民众有武汉肺炎的抗体。有专家认为讲，实际感染人数恐惊是确诊病例40倍。另外，伫咧迪士尼乐园对19开始，甲10万个员工放无薪假，不过这个影响只有基层员工之一。另外，有民众防限这了伤过久，开始抗议政府爱改度封锁。南加大甲洛杉矶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发现，采用另外一种检疫技术血清检测，体检出当地超过4%的成年人口体内有新冠病毒抗体，显示未被感染过，代表当地疫情显然比即马所知影更加严重。同时，目前的体检工具准确度也有待提升。Tested about 863 individuals. About 4.1% of them tested positive. The population of Los Angeles is about 8 million. 320,000 adults who have had a COVID infection before April 9th. Based on the study, is 40 times larger than 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4月19开始，予超过10万名员工，相当全公司50%的劳动力，无限期放无薪假，期间照常给付专业健保，并且鼓励员工依法申请联邦政府失业救济金。这波疫情使得旗下乐园拢关起来，一个月估计会当省5亿美金，也毋过高层主管的薪水无受影响，方批评替基层员工开刀，恐惊会影响品牌形象。美国纽约州护理师联盟针对2间病院提过要求，法官下令院方提供丰富医材，凸显疫情大流行期间医护人员集中安全问题日渐严重。We had given warnings, many of us, for a month before the virus hit, about what we thought needed to happen to prepare. 加州州长纽森予数百名抗议人士禁卡令继续，而且是根据政治考量。纽森批准部分所在会当渐渐放宽限制，像南加州的国球场加公园。伫其他州像亚利桑那、奥克拉荷马、德州等也有类似的行动，只是抗议的迄当阵，民众组织并无保持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
那准讲到日本的疫情，到今上无有11000多人确诊，265人死亡。其中上界严重的东京是连续8天拢超过100人感染。另外，东京奥运已经延期啊，不过国际奥委会也发表声明，暗示日本爱负担大部分寄出来的费用。也若讲到南韩的部分，已经是有较收煞，有一寡人也开始上班，不过中小学依然是实行线顶教学。停伫日本东京港无载客大型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一名外籍船员24出现症状，20检查了后确诊新冠病毒，目前伫船顶进行隔离，因为船顶也有其他人员出现好亲像同款的症状，会针对53名密切接触者采检。日本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其中东京都71单日新增加113例，总共有3307例已经连续8天新增加超过100例。随着紧急事态宣言满2礼拜，东京都地区小池百合组呼吁民众爱遵守外出自粛，尽量踮伫厝内底减少群聚。協力してくださった方と、そうではない方と、いろいろ皆さんも振り返っていただいて、これからどうやってこの期間を短くしていくか、これは一人一人の行動にかかっていると。按算延期到明年7月23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增加数千亿支票的经费。国际奥委会 IOC 20日官方网站表示，根据合约，日本会继续负担相关费用 ，IOC 也会负担部分。佢表示，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同意，爱日本负担大部分费用的态势明确。另外，伫南韩已经有卡平稳，20日新增加9名确诊，1人死亡。部分企业宣布解除伫厝内底上班政策，上班族开始登去工作。政府也放宽针对部分宗教机构、运动设施的社交距离规定。 사람들도 아직 많이 나오고 그러는데 조금 더 정부가 사회적 거리두기를 아직까지는 좀 고강도로 해야 되지 않나 저는 그런 생각이 듭니다. 为防疫，南韩4月初采取分阶段网络开学，伫上尾的小学1年到3年，总算也伫20上课。这表示全南韩差不多540万中小学的学生已经全面透过视讯上课，开始这真罕见的新学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真侪城市已经解除封锁啊，不过伫咧北京上界大的朝阳区，却是出现家庭群聚感染，这个所在颠倒变作是上界危险的所在。虽然证人有咧积极官方，不过官方拢讲已经有全部压落来，甚至有真侪科学专家开始消话，否认因之前对疫情判断。 中国官方讲疫情已经豆转好，各城市嘛拢开始解除封城。不过，就伫咧全国各城市拢降低风险层级的时阵，首都北京朝阳区因为出现群聚感染，甲疫情风险指数调悬到高风险，变作中国目前唯一的疫情高风险区，嘛引起大家质疑疫情敢是搁压起来啊？4月14日，我市朝阳区确诊的一例境外输入性病例，造成其家庭3人的关联性病例。 成为一起聚集性疫情，因此，朝阳区疫情风险级别定为高风险地区。有人士的观察指出，朝阳区是北京市面积上大的社区，高风险代表疫情可能不简单。就连病例一直增加的汉尼边，拢也阁是中风险。官方对朝阳的疫情解说，可能是想要凊彩甲准过。啊，若是伫咧中国俄罗斯边界乌梁江省绥芬河市，境外移入的病例数量累计已经达到350例，嘛去封城病以来比这。不过个专家也是伫讲，疫情拢伫咧因的掌握当中。 绥芬河的这个对于新冠肺炎这一块来说，应该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中国官方强调讲疫情转好，啊，毋过日已宣布新增加11例确诊，4例境外，7例本土，本土的个案也是继续伫增加。啊，毋过这个时阵，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虎伫咧勇士的专访当中，毋若公开疫苗研发的时间表，嘛表示毋捌讲过病毒无人传人的可能性。1月19的专家组的会议内底，就已经确认过这款的状况。 No, I never said no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in the public. Never, ever. Yeah, of course, we discovered this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but then we also realized it's already very efficien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Not just that there is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村子里头搞那个电商服务啊，这个算是搞得比较好的，是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去陕西考察，习近平有当时也出现无挂喙暗甲官员讲话的画面，虽讲中国想要全力改变疫情的冲击，啊，毋过香港媒体报道，
中共高层部分领导人已经对中南海转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办公，减少关注甲集会，看起来疫情也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巴西，因的确诊病例也已经超过4万人，死亡病例也超过2500人。不过，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为了要顾经济，也要求地方政府对后礼拜开始就要解除禁令。虽然卫生部警告巴西新冠病毒疫情5月、6月之间才会到高峰，总统波索纳罗已经等袂赴，20天关家外口向支持者甲地方政府表示经济优先，上好下礼拜就取消禁足令。也佮讲，既然按算7成人口会被回到倒闭也无路用。Espero que essa seja a última semana dessa quarentena, dessa maneira de combater o vírus, todo mundo em casa. A massa não tem como ficar em casa porque a geladeira está vazia. 巴西部分州长家己宣布禁足令，人口上济的圣保罗甲里约热内卢州也佮延长隔离措施。19陆军总部外口出现反封锁抗争，600名示威者近距离换做伙，波索罗纳无挂喙罨，徛伫卡车顶悬激动喊声，也佮真济摆家属完全违反防疫准则。示威者要求军队解职，关国会甲最高法院。波索纳罗现身热庭，也被反对党批评独裁。了后，伊讲话有较软落来。土耳其总共确诊人数20已经超过9万。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全国30日省为23开始的固定年假扩大封锁时间，佮表示假日封城措施可能继续一段时间，无表示5月底开斋节的时阵，互民众恢复正常生活。俄罗斯疫情又关真严重，确诊病例超过4万，东西区莫斯科占将近一半。副市长拉克瓦讲，未来2-3礼拜莫斯科疫情会到高峰，呼吁民众坚守相关防疫措施。目前莫斯科继续封锁只有民生需要的店家开门做生意，民众除了买食物件、看医生、牵狗散步或者是上班以外，拢爱伫厝内底。国营病院病床拢满，莫斯科当地一间高级贵族病院的加护病房也转型专门收治新冠病毒患者，按过真贵，只有好业人才用得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影响到全世界，亲像福特6号汽车的动力厂，因为欠料，对22开始宣布停厂，到5月初4才复工。业者也表示讲，休厂期间薪水也是照纳。另外，做鞋的大厂宝盛集团，对6月开始也要甲劳工减薪水，以及着实行无薪假。机械手骨动较真紧，瑞典 ABB 机械手骨，号讲18秒地当换线生产，一条生产线会当做回生产4种无同的车型。自动化组装 Ford 6号动力厂，即马部分零组件欠货，伫个无了通好组装的状况之下，国产 Focus 专车系，即马可能要面对延后交车的状况。Focus 热销全台，推出佛心版。因为产业断裂的冲击，汽车组装厂不得已来宣布停厂。Ford 中立厂伫4月2日开始暂时停工，一直到5月年假结束，预计5月初4复工。不过业者强调讲，停厂的期间员工的薪水照发，等5月复工了后，伫咧合法加班的状况之下，甲时间补回来，影响人数超900人。那停产之后呢，对员工还是要保障。这供应链断裂的问题是很多汽车工业的情况，在未来这一段时间是否有可能会陷入衰退？公司这边已经有跟工会这里做协商过了，停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欧美原料的断链的缘故。这样，公司这里也表示在产能调控期间那原则上还是会支付员工的薪水这样。唔拿汽车业停厂。传统产业做鞋的头角，宝盛集团嘛受到疫情的影响。团主讲，按算要互员工休无薪假，预计从6月开始到年底，包括国内外的干部甲员工，每一个人逐个月休6天的无薪假。若是高阶主管是减薪水来应用，对这个代志集团是无要回应。不过台中市的劳工局是证实讲，已经收到消息，不过还佫伫咧研议。该集团目前事实上处在评估的阶段。劳务提供地的这些劳工如果说他有所谓减班休息那也是要跟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来做通报。台中市劳工局表示，宝盛集团目前还未通报，强调讲企业要实施无薪假，除了需要劳工同意以外，嘛要提供一定的薪水，规定袂当比基本工资佫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航空业也受到这批疫情的影响，亲像华航对2月到4月取消了6500个航班，也要了到50亿。
朱峰提议讲要减薪水到25%至15%，昨有甲华航企业工会达成共识，除了会减薪水，逐个月也会减班休困，打算要先实行3个月。武汉肺炎疫情还阁咧滚价，冲击到全球的航空业，敢若会当减班来应用。其中华航的影响是上大的，为2月到4月已经取消要6500的航班，损失差不多50亿。为着降低营运的冲击，华航决定先减少人事的费用。20华航劳资协商达成共识，为5月初1开始减少薪水25%至15%。是因为这个时候明明就没有那么大的工作量，那所以说呢，当然说愿意跟公司去谈一个这个减少工作量，就是减班休息之后呢，相对的减少薪水，那是两方都可以接受。华航企业工会表示，资方原本定的减薪水的幅度是2成至3成，落尾资方让步，提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版本。1级以上的主管减薪水25%，2级甲3级的主管减薪水20%，一般的员工减薪水15%。另外规定，逐个月爱减班休困4天至5天，5月初1开始实施，一直到7月31日为止，暂定实施3个月。针对华航劳资协商的结果，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支持。适度的减薪。这个交通部是支持的，但是这是秉持劳资协商的精神，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华航减薪水劳资达成共识，不过机师甲空服人员飞行的薪水爱另外算，煞加做协商上复杂的所在。下晡华航甲机师工会针对减薪水有路的部分做协商。我们可以理解说来讨论到是不是有需要减薪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有没有必要急着就在现在目前这一刻就来执行的话呢？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讨论的。针对减薪水的代志，技术工会态度是较保留，强调华航的飞机伫咧防疫期间工作量无减少，颠倒是增加真济。强调减薪水应该爱看防疫期间的工作量，若是工作量变较大，各项减薪水，实在是真无合理，而且佫会影响到做工课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疫情是影响到全世界经济活动，也造成石油原油的需求量降低。27天，美国石油期货却出现倒跌美金37块6的情形。根据着统计，4月全世界的每日需求量是登到25年前的水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全球原油需求量减少，纽约油价20出现再量性大落。5月份原油期货为原本的每一桶17美金，报到收盘每一桶负37.63美金，半要换56块美金，半3%。盘中阁盘到负39美金，创下原油为1983年伫纽约商业交易所交易以来头一摆出现负数的纪录，嘛是国际油市上黑暗的一天。Again, this one I think is one of the most historic days since crude started trading back in the early 80s. 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活动，汽车使用量降低，发电机嘛差不多停飞。原油的需求减少，油国组织减产的幅度无亲像预期，主要设施会当放的油量减少真紧。加上5月份西德州原油期货到20日就要结算，市场无人要接，将要交货原油，造成油价出现史上头一摆负数。So it's difficult for anyon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lower gasoline prices if they're not driving. So there's no winner in this situation today.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 IEA 统计，4月份全球特工的原油需求，已经会比去年同期减少2900万桶，差不多已经登去25年前1995年水准。记者综合报道。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主林英基来到台湾，打算要东山再起，按算伫25开播。在今日透早，伊伫外面食物件时阵，却去互破红漆，伊也怀疑讲这甲中共有关系。咖啡店的条啊、涂骹喷甲拢是红漆。早起人就坐伫这所在食饭的前香港铜锣湾册店店主임正基被不明人士攻击。透过监视器画面影看到，乌衣人逃离现场了后，全身抹红漆的임正基也捉起哩。代志发生了后，伊到病院检查，无啥物要紧。后来也去派出所做笔录。怀疑跟中国的势力有关吗？肯定有关系啊。林英基离开了后，由警察护送登去册店，整理了后受访，因看到伊的头毛甲手依然有红漆，伊承认真烦恼人身的安全。我担心可能是下一期他不是用油啊、用刀啊，那我怎么办？香港的书店是给共产党用暴力的摧毁嘛，那个手段。
那是不是他现在也不高兴我们在台湾开书店？农委会也表达谴责，强调会确保任何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甲合法权利。政府强烈谴责相关人士的暴力滋事行为，政府必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法。被破查前一天，营运机承受到律师警告批，指出铜锣湾册店商标已经被注册，伊伫台湾开的册店免使用，若无侵害商标权爱赔偿。不过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表示，铜锣湾册店案件还在审查，到未才有结果，先登记无代表应先注册。一般大概都要在申请之后，还要提出一些使用实证，才可以判断它可不可以注册。香港民主派人士伫台湾并不是第一摆被判暗惨。去年9月来参加大游行的歌手何文诗，也伫接受访问时，常常被通促党的人员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在今日发布2019年全球死刑报告，因也点名中国是去年执行死刑上界济国家。中国去年执行上千人的死刑。若准马来谈论中国，全世界死刑的执行数量是一直伫咧落，也是这10年来上界低。国际特赦组织长期推动废除死刑，而已发布2019年全球死刑的报告，强调去年敢若20个国家执行死刑，全世界处决的人数是降低趋势，甲2018年上无690个人比起来，去年是至少657个人，整体数量降低5%，是这10年以来上低。不过国际特赦组织点名中国虽然甲死刑人数列作国家机密，但是因也是全世界执行上侪死刑的国家。中国呢，目前仍是全球执行死刑件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真实的数字，因为执行死刑的这个件数，目前对中国来说，把它视为是国家机密，并没有透露。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中国去年至少有几千起的处决。除了中国以外，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埃及是去年前4名執行死刑上濟國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去年處決184個人，創最近這幾年上懸的。專家分析，這是用來消滅什葉派人士的政治手段。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是表示，台灣去年無執行死刑，還有甲規人上性命案有關係，謝志宏得到再審的機會，讓值得人肯定。不過去年新增加2個死刑判決，還有3個人佇咧監獄死亡，讓人真遺憾。2個是病死，一個是自殺。那這個也凸顯了死刑犯在獄中的不管是公共衛生，或者是他們的心理的健康狀態，其實都需要被改善。他點出來非常多跟台灣執行死刑欠缺正當法律程序相關的問題。最簡單的一個情況就是死囚基本上來講不知道該怎麼救濟。國際特赦組織認為講，亞太區域真濟死刑判決無符合上嚴重罪行的標準。民間團體是批評講，法務部承認死刑執行實施要點有明顯的缺點，說堅持要照例做，這是無顧法治，呼籲台灣應該放棄死刑。記者綜合報道。調查局有接到民眾檢舉，講桃園有某一個宗教團體甲民眾騙講，有一項用來治療武漢肺炎的藥水，而且也要求民眾愛捐錢給中國。查到到底才知影講，唔是蝦米款的仙丹妙藥，只是一般的假數而已。一罐一罐黄黄，看起来亲像果汁，油油的，都变成咖啡色。详细一看成分，表明是由水、黄豆粉加盐酸菌这物件组成。不过，这宗教团体生存的负责人和梁晶这个名，表示用治疗武汉肺炎。不过，调查局经过检验，只是一般的假素饮料。成分是一个食品的酵素，我们局里有诵经检验呢，目前是没有含其他西药的成分，那应该是就是一个纯食品酵素的食品，喝起来大概对人体健康是没有危害，但是也对这个武汉的肺炎其实没有疗效的哈。这假素饮料甚至被讲是治疗过SARS患者，最近还佫规划要募集2000万经费来生产1万罐，送予中国的肺炎患者来啉。为促进信众，也佫伫转省外口引来自台湾的关怀人香，信众只要捐1万块，等于得到1罐。它就是跟坊间买入这个酵素的一样，是这样子罐装的产品，就是食品酵素的产品，然后撕掉标签之后，再贴上它自制的这个标签。我们因为查获到有这个赖的讯息在流传，所以我们主动去查获的。调查局对早短短几天就募到200万，台中检方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加早起这罪嫌，将2名涉案人送办。
检调一个队长是毋是有犯罪组织。防疫源头一名细岁查甫人顶个月也伫面测指出，台北一间 KTV 有人确诊，台北地检署也以违反肺炎特别条例来解起诉。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疫情是当咧严重，校园的消毒工作也变加真重要。着科技公司伫咧无人机顶头安装全酒精的设备，协助偏乡的学校来消毒，毋但真心是省力，而且消毒甲真焦稳。先把酒精倒入去无人机顶头所夹的这个塑胶盒仔内底，所以就让这台机啊飞去天顶，开始消毒校园的运动场。武汉肺炎疫情即阵拖无休，有科技公司研发这种专门除酒精消毒的无人机，替学校消毒。我们小校里面缺的就是人啦，哈，那用无人机再来协助这个防疫的部分哈，尤其是大面积，好，我们人力在吃紧的状况之下，哦，对于我们人力的一个帮助是很大的。无人机飞悬飞低，包括囡仔上爱出的流浪也拢有浸足到。一方面甲消毒的工课做好交层，另外一方面增加防疫的速度，省时也省工。正常浓度去飞，那正常作业时间，其实我们这样一个操场在10分钟以内，我们的机子就可以作业完成。那一般人力在喷洒的话，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飞行会晓自动消毒的机器，即阵毋但真做是到无用防疫工课的卡手，也减轻学校伫咧防疫的压力甲经费，确保校园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咧屏东六堆的客家文化园区，为了要推广环境教育，带民众熟悉客家的传承文化，也邀请附近的学生囡仔做伙来体验入去田里做事的趣味。不要咬我！你不要咬吗？大家今天来采什么？向日葵。采向日葵好不好玩？好玩。虽然日头较美，不过囡仔遐囡仔做无仔伫咧，也是算甲花头喜面。这是屏东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因专工办活动，邀请学生囡仔体验做事的趣味，甲因熟悉分享，佮带因晚日头花做陪，就是望这学生囡仔会当拿佚佗、拿学习。透过我们六堆园区，大概有5分地的一个田地哈，我会种植和客家产业相关的一些农事，结合着这个田园的地景，让民众来这边，那来到户外，能够做一些户外教学，还有一些户外的一个农事体验。参加活动的学校拢真娱乐，强调学生囡仔亲身落田做事，唔来当了解农民的辛苦，佮通伫日捌分休的过程接触客家的传统产业，嘛通理解环境教育的意义。因为我们这个1-2个月的教学主题呢是上到花，春天嘛，跟花就相当的有关系。这边呢也邀请我们来采那个太阳花、捏头发哈，所以我们觉得说蛮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学到一些的客家文化历史的一些记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达到这个环境教育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客家文化的推广。六堆客家文化园区表示，活动以环境教育的推广做中心，结合客家产业文化，未来会办更较侪活动，都希望民众有愈侪机会体验客家文化甲在地环境教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南市，就国小老师为着要推广文化，伫 YouTube 顶头放一段囡仔穿丁字裤跳传统舞蹈影片，想袂到收到 YouTube 讲爱落架通知。老师也认为讲丁字裤是咱市的文化，全世界的人拢应该互相尊重。去年小杯乌电演队真拼时才争取到出国参加国际电演的机会，这学生阁特别录一段影片，讲因对穿丁字裤的想法。想袂到最近咱市也有国小的老师，甲一段去年学生参加咱市国中落成典礼丁字裤表演的影片传去网络 YouTube， 结果刷起互认为有囡仔穿伤少的画面，违反着社群规范，互老师感觉真厌气。咱市的民众认为这是无了解，甲歧视咱市人穿丁字裤勇士的文化。老师已经甲网站提出申诉。你没有看过或者没有了解这个文化，然后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子，基本上对我们来讲是不公平的。穿丁字裤，它本来它就是习俗。
这样子会扼杀我们行销文化的一个途径。不过 YouTube 和老师的资讯是，敢若有一届申诉的机会，实际佫用咱书定字库的关键字来敲出 YouTube 的网站，要是有袂少的学生囡仔穿定字库的影片，咱书的民众真烦恼。若安尼，所有定字库的画面拢会防伪网站摕落来，好有全球性的网络媒体会当多多理解，而且尊重咱书的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敢会落雨，天气是虾米款的温度？咱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捷克看水体博物馆，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